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坐飛機去旅行，無論飛越咩地方都冇乜大分別，都係由高處望落去，令人產生大地在我腳下嘅豪情。而喺飛機穿越雲海嗰陣，仲會覺得自己好似孫悟空騰雲駕霧咁添。但係坐船就完全唔同。今次乘坐郵輪橫渡太平洋，就係一次全新嘅體驗啦。身在此山058橫渡太平洋。海上航行嘅第一日黃昏，郵輪開始駛離溫哥華 Canada Place 碼頭。大家喺甲板上面欣賞日落。津文睇見沿途一直有海鷗飛喺側邊，就諗起天地一沙鷗。當郵輪喺獅門橋 Lionsgate Bridge 下面駛出，津文第一次由呢個角度去睇條大橋，襯托遠方嘅一抹晚霞，突然明白咗咩叫做在地若天。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。 旅程初段主要遊覽阿拉斯加3個港口，佢哋都喺峽灣同沿岸水域，高山同島嶼變成天然屏障，所以冇乜風浪。等到離開阿拉斯加，郵輪正式駛入太平洋。嗰日半夜瞓喺床上面，竟然好似打千秋咁左搖右擺。忽然間乒乓巨響，估計係下層嘅救生艇俾大風吹到撞向船身發出啩。窗外一片漆黑，只有呼呼嘅風聲夾雜住海浪濺起嘅沙沙聲，然後船身向上一盪，好似坐過山車咁拋高再跌落嚟。唉，漫漫長夜點捱呢？天光啦，碧如想起身去洗手間，但係根本冇辦法企穩，只能夠好似飲醉酒咁東歪西倒行去洗手間。短短幾分鐘，好似成個世紀咁長。個胃唔受控制咁翻騰起嚟，唔得啦，一定要即刻瞓低。橫渡太平洋嘅第一日就係咁樣攤喺床上面輾轉呻吟。碧如捱到黃昏，終於投降，食咗雲浪丸，硬撐住去餐廳。喺通道上完全冇辦法行直線，扶住欄杆勉強前行，行咗一半，終於嘔咗出嚟。好彩預先準備咗嘔吐袋，否則就狼狽啦。負責執房嗰位菲律賓籍姐姐面青青咁講：從未見過咁大嘅浪，你哋間房近船頭，搖得最犀利。吓，咁係好彩定係唔好彩呢？而咁樣嘅日子先至啱啱開始，仲有整整7日先至完成橫渡太平洋嘅壯舉啊！就係咁，靠住意志同雲浪丸，每日睇住電視熒幕顯示嘅位置圖，數住手指，終於獲得橫渡太平洋 Dateline 國際日期變更線嘅證書。